現在香港大多數地方都係1G或以上光纖上網，由屋企走廊入到去你個電視櫃出，之後再由 Router 可以俾到電腦、電視、Apple TV 等及其他特定裝置上網。線路佈局，寬頻方便，寬頻師傅只會拉光纖線到第一個頭位就停，通常喺近門口位啦。頭位，如果你擺 Router 位置而係第二個位，之後嗰啲唔會拉，亦都要確保入屋後要通冇塞，否則就要拉明線。如果你放喺第二個位，就要加喉管駁翻去第一個頭位度，加埋條引線最好。建議寬頻同裝修師傅同場，大家都好處理。第一個頭位至第二個位，由 Router 至房要幾多條 LAN 線，似乎你房內有幾個裝置，或預備爐會加。例如本身房有電腦，將來會加多部家用主機或其他插到 LAN 嘅裝置，就預多條 LAN 線。冇預先計劃好，將來就要加多個 switch，佔用多個插頭之餘，仲要買多幾條 LAN 線，將來解決網絡上嘅問題，對你嚟講增加難度。面板選擇喺 Router 牆身一般都會用出線孔面板，而 LAN 線就打 RJ45 頭，而房內冇要求嘅通常會用翻模視插座面板，再自行買線。但如果你係一條線過，要記得預留長度，否則一擺好晒位，發覺唔夠長就麻煩啦。注意事項，建議 LAN 線底盒與強電底盒至少隔一個底盒嘅距離，及遠離大功率嘅電器減少干擾。唔好同電視平排走之餘，亦都唔好經電商。線材、牌子、網絡配件相關資訊，依家建議用 Cat6 線或以上，預算有限嘅話就用翻 Cat5 E 線。以下係 LAN 線嘅品牌。推薦 CommScope 同埋 Belden 網絡工程線級別，有保證干擾影響最少。我依家用 Slider， 雖然佢唔係做網絡起家，屋企用咗佢 Cat5 E 多過10年，到依家都冇問題。通常要買一箱，或者要幾多米叫人拉俾你，買埋水晶頭、色仔同面板，最好買埋同一個牌子。購買地點深水埗，鋪名我會放內容，記得同裝修師傅講。RJ45 水晶頭同色仔都係 B 打法，橙白橙綠白藍藍白綠啡白啡，一定要一線拉到底，中間唔要駁，一用就可以直到下次裝修先再換。拉線後檢查，網路測試器 check 線序，只要線材8條全着或閃燈一對一對對應就可以。但傳輸數據時係另外一樣嘢。開電腦檢查，打開你張 LAN 卡，當 Router 同你嘅電腦 LAN 卡都係支援1G嘅話，速度睇到會係1G。話俾你聽 Router 同嘅電腦雙方影到1G嘅速度。進階少少，開始輸入 CND， 輸入 ping 你個 Router IP 減 M60， 顯示時間維持約1秒，連線品質良好，大約 ping 1分鐘左右。統計資料出現，只要遺失係0，目前連線穩定暢通。記得每條線都要做一次。有咩情況或可能要重新拉線？當出現100M 甚至得10M，嚴重就不斷斷線。嘗試重打或更換 RJ45 頭或者色仔都唔得嘅話，試下用明線測試，明線冇問題，咁就成條入牆線拉過。唔應該會出現嘅事，淨係打得4條線，色仔上面駁上駁，電話斗接駁或其他騎呢駁法，LAN 線唔係正當方式接駁，一律重新拉過。親身經歷，10年前裝修冇為意。LAN 線底盒與強電嘅底盒放得太近，不過線材質素唔算太差，同唔係平排走，影響唔太大。同埋明明叫佢拉3條線，2條喺我房，1條喺隔離房，最後我間房拉得個1條。記得裝修時寫清楚，漏咗都可以跌追。如果大家睇完遇到有咩問題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亦都可以 follow 我 IG，定時會有 IT 教學。